后来继续来看，屏东有一间卖衫裤的店，日前接到一个人客，是为美国转来的华侨，伊提出着40多年前发行的1000块的旧钱要来结销。头家娘第一时间是真张图，要收也毋是，唔收也毋是，最后也是决定把这个旧钱收落来，当作纪念。这钞票拢是钱，是讲你敢有看过？它是假钞吗？应该会吧。真的？因为没有看过。我没看过啊，这个嘞？也没看过。哦，那它如果掉在地上，你会捡吗？不会吧？真侪80-90年出的人拢无看过安尼金票，因为这钱真正拢有年岁啊。屏东一个业者伫面册打出，因有蒋公证上1000块的银票，这是人客提出来要介绍的，伫40多年前发行的银票，予伊是真张图，这到底是要收也是唔收？很惊喜啊！就想说这个钞票已经很久，就是已经快要忘记了。后来也是决定做纪念，这张银票嘛引发着怀旧的情绪。来看卖民国50年发行正面国父像和苏花公路后壁面总统府1块的纸票。53年有正面国父和鹅銮鼻灯塔5块的纸票。这两种是民国60年所发行的50块和5块的银票。61年所来发行这版50块和100块。69年发行正面蒋公像后壁面总统府500块和1000块。75年是这版的500块。再来，这正面国父后壁面中山楼红色的100块是77年所发行的。那现在时咱咧使用的1000块是伫89年所发行的。提醒大家，电管社台湾银行各种旧版的银票，伫民国91年7月就停止流通。民众会当摕旧银票到台湾银行兑换同款价值流通的银票，有疑问就当直接问台湾银行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